好，来，乡亲啊，继续来看美国的总统川普全力推杀的大而美法案拼过关了。这个法案主打着税收改革甲强化边境的安全。其中对台湾影响上大的就是半导体犹太，讲这个税收拄免的比例为25%提高到35%，对台积电来讲是一个利多的消息。The yeas are 218, the nays are 214. The motion is adopted. 经几天总算是确定，美东时间初三，美国众议院确定通过大利米的法案，赢4票通过。7月初4，美国国庆 Trump 就会签字正式生效。It's going to make this country into a rocket ship. It's going to be really great. 法案通过 ，Trump 是真欢喜。法案的内容主要伫咧税收的改革，减税是袂少，七步加班费拢免税，买美制汽车嘛会当减税。过来是半预算维护边境安全。Trump 认为这个法案会当互美国更加富裕嘛更加安全。其中对台湾影响上明显的就是半导体犹太，税收的抵免比例为25%升到35%，安算会成企业到美国设厂。虽然成本会降，不过就要伫咧2026进行动工。要进行实质投资的这一些企业会比较直接受惠。另外就是说，可能在美国市场那边，因为减税因素造成个人他可以支出的部分能够增加的状况。好，所以这个其实也有可能带来一些消费的一个机会增加。法案通过，台积电的 ADR 反应明显，初三起1.06美金，起0.45%。不过以台积电来讲，大利米的利多够啥嘞？台积电已经宣布，它要在美国做资本支出嘛，能够收到大概35% 的这个退税，它的收益相当可观。它会不会让消费者的需求增加之后，也增加对于台积电晶片制造需求的那个机会？那是有利多的消息。台积电的员工最近嘛真欢喜，因为有员工分享，摕到本红的奖金到180万。啊，那这大利米的法案后续的效应会安怎？敢会加速产业搬线？有对顶关系议题，拢会牵动全球的局势。Hello， 我是陈雅玲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